來講，立法院昨通過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，也這17號總統話簽着批評，講總預算咧凍結咧大減無合理，也行政院講啊有7大無理性的決議，恐驚會衝擊政府的正常運作。也國民黨的立委李干秀認為講，在野時機真好意，是行政院長杜永泰連續2冬無去立法院來質疑，恐驚失去朝野和解的機會。立法院17三讀通過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，通案3度480億。另外，總統府各部機要費全部煽動，特別費統刪60%，行政院、司法院、監察院等20個機關單位全部刪除，而且未用流行。羅總統講，立法院應該是穩定國家進步的力量，真可惜無發揮。行政院講有7大非理性決議，會影響政府運作。有許多的預算遭到不合理的刪除。我們的憲法5個院各自都有各自的憲政責任跟分際，不應該是由1個院來癱瘓其他4個院。公共電視，它只有那麼少的錢，你煽動2、3億，滅掉一個民族，就是要滅掉它的文化。原來它這是一個完全有很可怕邏輯的一個計劃。文化部預算費4738萬全部刪掉，公司預算被刪2185萬，凍結3億。台灣 Plus 經費也被刪2億。李萬擔心台灣會失去世界維護權。台中市長羅秀燕認為總預算刪減幅度少，中央的資源真有夠。通過這個總預算，而且刪除的比例只有1%多。非常非常的低啊！中央團隊拿到超高的一個預算。民進黨立委吳思瑤認為總預算3讀通過，歡喜過擔心。國民黨立委李干秀批評行政院失去朝野和解的機會。中央派院長連續2年來沒有到立法院質疑，行政院深夜還羅列7大非理性的決議，繼續的攻擊在野黨，再次錯失遞出朝野和解橄欖枝的機會之窗。終於完成了，所以。這是一則以喜的部分，我們持續的憂慮，這個總預算審查的結果癱瘓了我們的施政，危害了人民的福祉。因為行政院20會閣提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，也閣會提今年度追加預算，到時立法院也閣會進行朝野攻防。記者綜合報道。